议员林美燕对过去市长苏南成搞苦添灾，为台南市所留落来建设，为了迎接明年台南建成400栋，议员嘛特别呈现民间对着文化的重视，送予市长一幅台湾第一页的故事图，希望台南400嘛用来看到南区。盐城台湾第一盐，盐内代表是各个历史阶段的经济一个母鸡啊，有很多每个阶段每个时代，它都有必须要借盐跟田来做一个就是经济的一个带路。所以台湾第一盐在哪里呢？台湾第一盐在台南，台南第一盐在南区，南区第一盐在盐城，盐城第一盐就是在我们盐城天龙宫。我只敢这么大声的讲，为什么？我们看到这个石碑，这个就是天龙宫的石碑，是由我们台南市政府在民国102年跟美燕一起将立碑的，那时候不是市长您，所以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文化，在整个专案里面，我们完全没有看到，我们针对台南市重要的一些文化，我们来表态，那大家更知道我们台南市是文化历史的。除了南区的文化被看到，另外议员嘛以安平为例，虽然台南400重点放伫安平，安平有真侪历史甲古迹，不过议员嘛认为安平的核心伫运河，伫台南的400活动嘛爱互世界看到安平运河的水。除了加强周边的光雕，另外伫水质的部分嘛应该爱加强，千万袂用有恶臭。台南新闻林跟张硕维采访报道。